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热菜，先来看到天气一个寒，真侪人爱食火锅。高雄有一间火锅店，为了要拼生意，杀上100块的海产盘，食材内底有青虾啊，也有日月ham。上界遐目的是有龟尾鲈鱼，互点餐的人学了讲大碗搁满钱。另外，CP 值同款真悬的，也有昆丁后饼哦，这间海产店，温将香肠公点2盘的综合沙西米，头家一个出菜算算的，逐地拢超过1公分高。 算算的80地才400块尔，实在足会好。天气寒，就是爱食火锅，这回火锅的主角是伊。看这个盘100。海产盘捧出来，内底有鱼啊、蛤蟆，价钱嘛无讲真贵，100通块就当享受到。物价上涨，找不到这种锅了，而且东西又很新鲜，蛮物超所值的，料还蛮多的这样子。 这盘到底有啥物好料的？今朝来看卖咧，虾啊、蛤蟆、土水蛤、日月蛤，佮有龟尾鲈鱼，拢总价120块。福店海产盘的民众普文问网友讲，你敢敢相信？这尾鲈鱼的话，重量应该是67两重。如果市价的话，都是70、80块跑不掉的。另外，同款真会好的，佮有这盘沙西米。 家的生鱼片几乎都是很老啊的。来看卖啊，内底有啥物好料的？2份大份的综合沙西米，内底有三文鱼、丁满、青仔鱼，各种无同的鱼啊，逐种拢有20地，逐地拢超过1公分高，分量遮尔济，一盘煞只干那卖400块尔。CP 值蛮高的啊，CP 值蛮高的，真的，便宜也便宜。真的菜色很丰富啊，对，因为它鱼片还蛮厚的。我们这个就是薄利多销。 其实，毋那一间伫后壁湖，阁有真侪间海产店，拢可俗个大碗的沙西米来请人客，要用真俗的介绍来改变大家对垦丁物件珍贵的印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